大家好，歡迎嚟到智慧會，我係老郭。喺物流公司做咗幾十年嘢，最近成日聽到後生仔話50幾歲仲唔走，阻住地球轉。我話你知，曹操53歲寫老驥伏櫪之後，先係佢嘅風光嘅時代。你以為老係負面？錯，老有時係你最大嘅本錢。今日想同大家講個歷史故事，叫做老驥伏櫪。呢句說話出自三國時代嘅曹操，佢背後嘅意思同我哋打工仔嘅命運息息相關。你以為呢句只係講老人家唔認老？錯啦，佢其實係講緊職場上點樣扮豬食老虎，點樣喺逆境中保住自己條命，甚至反敗為勝。話說東漢末年，天下大亂，群雄並起。曹操呢個人，大家可能覺得佢係奸雄，但其實佢係一個好有智慧嘅老闆。佢寫過一首詩叫《歸須仇》，入面有句老驥伏櫪，志在千里。字面解係一匹老馬雖然瞓喺馬槽邊，但心仍然想跑千里路。呢個比喻表面係講壯志未酬，但如果你代入打工仔角度，你會發現另一個層次。我哋成日聽人講後生可畏，長江後浪推前浪，好似年紀大就冇用，要俾位後生上位。但你諗下，曹操當年寫呢句詩時已經53歲，佢打天下打咗半世人，手下猛將如雲，謀士如雨，但佢依然覺得自己未夠火候，仲有好多嘢想做。呢種心態正正係打工仔最需要嘅。唔好因為年紀、經驗或者所謂嘅過氣而放棄自己。講完曹操，我話你知一個我親眼見過嘅現代版老驥伏櫪。我以前有個 IT 部嘅同事明哥，做咗部門主管，女兒都大學畢業啦，人工又高，應該唔使再搏啦，係咪？點知佢成日走嚟問我哋空運部嘅操作流程、成本控制、具體操作，樣樣問到篤。我哋平時食飯吹水，佢就係咁問啲實質方案同埋應對策略。我心諗，你一個 IT 佬問呢啲嘢做乜？結果呢，半年後佢轉咗工，做咗另外一間公司嘅空運部經理。我哋成班同事呆晒，原來佢問咗咁耐係為咗自己鋪路。最勁嘅係佢因為表現出色，唔夠1年就被派去上海做空運部經理，人工3級跳。明哥呢個故事話俾我哋知，伏櫪唔係叫你齋等，而係叫你暗中裝備自己，等到機會嚟嘅時候，你已經準備好。我見過太多例子，啲後生仔一入職場就雄心萬丈，但做咗幾年就開始埋怨，點解升職唔到我？點解老闆唔睇我？其實問題唔係你冇能力，而係你冇學識老驥伏櫪嘅智慧。你以為曹操係靠年輕力壯打天下？唔係㗎，佢係靠忍辱負重、韜光養晦。佢年輕時做過洛陽北部尉，管治安得罪咗好多權貴，但佢唔會硬碰硬，而係等機會，等到董卓亂政，佢就揭竿而起。呢啲就係叫做伏櫪，即係暫時收起鋒芒，等待時機。我哋打工仔成日遇到一個困境，明明自己好有料，但老闆唔賞識，同事又打壓，
你越想表現，越容易成為箭靶。呢個時候，你要學曹操嘅表面上伏低，實際上志在千里。點樣？我有3點建議。第一，你唔使跑得快過獅子，跑得快過身邊條友就得啦。到時你自然可以脫穎而出。第二，保持學習心態。你今日唔學，聽日就係老而不；你今日學，聽日就係老師傅。第三，伏櫪唔係叫你伏低做死狗，係叫你伏低唞足氣，要有足夠健康同魄力，等機會嚟嘅時候跑得更遠。你有冇留意到好多成功嘅企業家，例如李嘉誠、馬雲，佢哋退休之後仍然活躍，繼續投資、演講、推動新項目？呢啲就係老驥伏櫪嘅現代版。佢哋唔係貪錢，而係享受挑戰，享受影響世界嘅過程。打工仔都可以有呢種心態，即使你做到60歲退休，你仲可以發展副業，做義工、教後輩，咁先係真正嘅志在千里。總括而言，老驥伏櫪唔係一句口號，而係一種生存嘅哲學。喺職場上，你唔需要急於證明自己，而係要懂得忍耐、學習、等待。當你見到同事升職、後輩上位，唔好嫉妒，因為每個人都有自己嘅節奏。只要你有目標，肯堅持，總有一日你會揾到自己嘅舞台。記住老國一句話：50歲唔係終點，係中轉站。你架車仲有油，只係要停低睇下地圖，揀條冇咁塞嘅路而已。好啦，下次再傾。祝大家伏得低，跑得遠。拜拜。大家記得點讚、留言、訂閱、分享視頻。多謝大家收睇，下次見。